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8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节到第2节，第6节到第9节。雅歌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雅各书第1章第1节到第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上帝。雅歌书用男女之间的爱情来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咱台湾人咧讲，伫咧恋爱中间的人，好若亲像咧幸存啦吼。嘛有人安尼讲，情人的眼中出西施，就是讲伫爱情的中间，人会真全心全意来爱对方，对方对伊来讲是上完美的、上值得付出的，也是来讲爱情的对方是愿意付出全力去爱。雅歌书虽然是用一寡形容词描写真深入，嘛真露骨吼，但是真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伊用安尼来形容讲一个人。必须爱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来疼助你的上帝。这个伫希伯来文化也是语言的意思，就是讲爱用全部的性命来疼上帝，也是讲就是用性命来实践啦吼。新约咱今仔日过一届读到雅各书的教导。雅各书的作者有真侪无同款的看法，到底伊是啥物人？有一般的人相信是耶稣的小弟雅各。雅各用犹太的传统角度来看，所以伊原本无要相信耶稣所传的福音，伊嘛无相信伊的阿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迄个弥赛亚，但是后来咱毋知影啥物原因，伊却成做初代教会内底非常重要一个领导者，会通讲是担任着耶路撒冷的第一个主教使徒会议的主席，或者是咱讲当初时的教会监督。这是伫《使徒行传》15章13节到20节的所在，咱通看到雅各伫彼得发表对外邦爱受割礼无这个代志来发表伊的看法了后，雅各做一个咱咧讲第一摆耶路撒冷使徒会议的决议。雅各伫初代教会耶路撒冷使徒团体内底，真受到尊重。伊甲当初时的保罗，或者是讲称作基法的彼得，拢去用称作会众的调节。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因为雅各书第2章伫遐特别强调这个信仰的行为的时阵。伊就反对，伊认为雅各书无应该摆咧伫正典的中间。伊甚至真无客气、真粗鲁讲雅各书是一个笨拙，因为伊认为雅各书甲保罗的因信称义相违背。但是事实上，雅各所强调的，并毋是因为行为来称义，伊所强调的是讲信心必须爱有实践能力。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雅各书第1章一开始的时阵，咱讲雅各的这个箴言是讲开场的话，伊安尼讲我的兄弟啊。恁含落伫济样的试炼，着拢掠做欢喜，因为知恁的信的经验，会生出吞忍，独吞忍会互伊到成功，
会互恁到完全焦备，无有欠缺。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着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独独着用信来求，拢无妖义。咱注意听一句吼，因为妖义的人，譬如亲像海涌互风拍来起落，迄个人免拍算对主有通得到甚物。两有心的人，伫所行一切的路无定准。咱看到第3节、第5节到第6节，雅各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来强调着信心。第3节伊讲，牧师去读一摆，因为知恁的信的经验，就会生出吞论。对伊来讲，信足重要。然后伫第5节甲第6节的中间，伊安尼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着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但是独独着用信来求，拢无妖义。所以雅各真清楚，伊所强调的是凭着信心，上帝的确要赏赐。因为上帝不但无偏待人，上帝阁是迄个大大赐福正人的，伊也无责备的即个上帝吼。只要有信心来倚靠上帝，伊就要来赏赐恩典甲救恩伫咱中间。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其实雅各所咧强调的是信心的倚靠，但是伊同时伊嘛真强调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着爱用性命见证咱所有的行为，来专心爱上帝。这也就是伫旧约所咧讲的，你着真心、真性、真事、真力来听上帝。因为雅各伫讲，因为妖义的人，譬如亲像海涌互风拍来起落，袂听着啦吼。迄个人免拍算对主有通得着啥物。伊佫讲两样心的人，就是无够信心的人，伫所行一切的路拢无定准。基督徒袂当心怀两意，一定要专心专意来相信，来活出见证，专心倚靠上帝的救恩，就要通得到救。这就是雅各所在强调的信。